歡迎嚟到預報頻道，我係呢段旅程嘅引導者。而家請為自己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你可以坐低，亦可以選擇瞓低，輕輕咁閉上雙眼，將所有嘅注意力帶返去你嘅呼吸，深深咁吸一口氣，感覺到乾淨輕盈嘅能量進入你嘅身體，慢慢咁呼一口氣，把今日所有嘅疲勞、繃緊都隨住呢一口氣釋放出嚟。重複做3次深呼吸，每一次吸氣，你嘅身體就加倍放鬆；每一次呼氣，你嘅心靈就加倍平靜。想象你嘅頭頂、膊頭、手臂，甚至手指尖、雙腳，都喺度慢慢變軟，慢慢沉落去。你而家好放鬆，好放鬆，你做得好好啊！而家嘅你非常安全。而家等我哋靜靜咁觀察心裏入邊嗰份不安。最近你可能為咗金錢感到壓力，為咗未來感到迷茫，或者有一種總係唔夠嘅匱乏感，沉重咁壓喺你嘅心口。唔使驚，亦唔使抗拒呢份焦慮。喺催眠狀態之下，請允許呢份焦慮具象化，想象呢份金錢嘅焦慮喺你身體入邊，又或者喺你面前，係一塊黑色嘅大石頭。睇住佢啊，同佢講一聲，我知道你喺度啊，多謝你想保護我，但係而家你可以放鬆啦。將你嘅手放喺心口，同自己講，金錢只係能量，我嘅價值並唔取決於我戶口嘅數字。而家想像你正企喺一片安靜廣闊嘅星空之下，腳下係柔軟嘅草地，微風輕輕吹過，帶走你皮膚上面嘅燥熱。你喺草地上面行，前面經過一棵樹，走到樹後邊，面前出現一條清澈見底嘅小溪流，溪水喺月光下閃閃發亮，係一條擁有療癒力量嘅河流。而家請伸出你嘅雙手，將剛才心入面嗰嚿代表金錢焦慮嘅大石頭輕輕咁放入溪水入面。你睇住佢啊，隨住溪水慢慢流走，石頭越來越遠，越來越模糊。溪水帶走咗你嘅匱乏感，帶走咗你對唔夠、唔配嘅恐懼。取而代之，係從小溪源頭湧出嚟嘅金色光芒。呢股金色嘅流水慢慢流向你嘅腳尖，流到你身體，包住你嘅全身。靜靜咁感受一下全身都充滿光芒嘅感覺。
呢啲係大自然嘅豐盛能量，佢源源不絕咁流向你度。當你沉浸喺金色嘅光芒之中，請喺心入面跟住我重複以下嘅正念對話，打破過去對金錢嘅限制。我願意放下對未來嘅控制，信任生命嘅節奏。我摒棄賺錢好辛苦嘅舊觀念，豐盛可以流暢咁嚟到我身邊。我有能力創造財富，我亦配得擁有美好嘅生活。金錢唔再係你嘅主人，佢只係支持你體驗人生嘅工具。過去你緊緊握住拳頭，想要控制每一分錢，令你感到好攰。而家試下鬆開雙手，掌心向上。當你學會放手，宇宙嘅豐盛先至能夠正流入你嘅掌心。你做得好好啊！請維持呢份放鬆同豐盛嘅感覺啊！你可以帶住呢份平安，直接進入甜美嘅夢鄉，或者準備好重新回到日常生活。無論點樣，請記住，內在嘅豐盛先至係真正財富嘅源頭。當你嘅心平靜咗，財富自然會被你吸引。而家慢慢咁喐下你嘅手指，喐下你嘅腳趾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輕輕打開雙眼。願你帶住豐盛嘅心，過好每一個當下。感謝你參與今日嘅冥想。